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&D Channel。最近港股嘅新股隻隻閒閒地都有倍幾嘅升幅，破發就好似已經成為歷史。而家首先就同大家分析近期港股 IPO 熱炒嘅原因，同埋解釋下最新 IPO 分配機制係點樣造就股價爆升。其實港交所喺8月4號開始就實施咗全新嘅 IPO 分配機制，提高機構投資者嘅參與度。美其名就話係要吸引更多優質嘅企業嚟香港上市，其實就令到貨源歸晒邊，歸晒去大戶嗰邊啊！新股輕易就出現超額認購過千倍嘅現象，散戶分到嘅街貨少到冇朋友。就算頂頭鎚飛都未必有一手，頂頭鎚即係以最高股數同埋金額嘅上限認購，所以而家供求係嚴重失衡，中籤率低到唔夠1% 嘅比比皆是，股價想唔倍升都難啊！跟住同大家講下 IPO 分配機制改革下，咩係機制 A， 咩係機制 B。港交所喺2025年8月4號正式實施上市新規，引入咗兩種新股嘅分配機制選項，包括機制 A 同埋機制 B。喺機制 A 嘅選項入邊，公開認購部分嘅最大回撥比例係由原本嘅50% 下調到35%。至於實際回撥幾多，就根據超額認購嘅倍數進行。而機制 B 入邊，發行人係可以預先設定公開發售嘅比例，最少係10%，最多係60%。要留意係呢一個機制入邊係不設回撥機制。喺上市新規改革之後，最近大部分熱門新股都選擇咗機制 B， 而且預定公開發售嘅比例仲 set 喺上市要求嘅下限10%，導致散戶中籤率極低，市場供應稀缺，而刺激二級市場嘅炒作情緒。所以坊間好多評論講到，而家抽新股都唔使再點樣睇基本面，淨係睇佢哋係咪揀機制 B 就得。平心而論，呢一個都不失為一項重要嘅參考指標。好啦，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鍾意呢一條片嘅，俾個 like 我，留言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